其單身嘅男性比較中意亂嚟啲啦，即係。係咪老人家先至會有認知障礙症嘅咧？同埋所謂老人家即係幾多歲咧？我哋通常其實冇一個確切嘅定義嘅，有啲人都話60歲或者65歲即係中年啫。佢唔俾你退休啫。世衛嘅定義咧都係65歲以上嘅。我雖然睇認知障礙多數都係老人家，但有陣時的確會睇到50、60歲嘅人係有認知問題嘅。咁早開始。係咁通常都揾到啲原因嘅。我有啲好早發性嘅認知障礙，一係就有5%嘅阿茲海默症係遺傳性嘅啦，即係屋企人有，咁好早病發啦。但係呢啲都係比較少。咁另外有啲好明顯，例如睡眠好差嘅，例如有個做魚市場賣魚嘅，每日都係2、3點要出去工作啊，即係深夜2、3點。咁長期係咁睡眠不足咧，認知就會影響到啦。所以其實而家認知障礙症咧唔係講年齡，而係亦都可能係講緊你會唔會有遺傳啦，同埋你嘅生活習慣啦。係啦，另外就我哋都知道腦部健康一定要血管健康啦。如果中風爆血管或者塞血管喺個腦度咧，嗰啲腦細胞就會死亡受傷啦。嗰啲叫血管性嘅認知障礙症，即係好似心臟病同埋腦嘅中風，其實係一種病嚟嘅，都係。同膽固醇高有冇關係咧？都係由同血糖高、血壓高、膽固醇高有直接關係嘅。如果有啲尤其單身嘅男性或者總之嘅男性比較中意亂嚟啲啦，即係暴飲暴食啊，冇咁節制啊。我都見到40、50歲啊中咗風啊住老人院啊都好多啊，即係都好不幸嚟，男士比較多啲。所以唔想生活過得辛苦，就好好地照顧自己身體啦。